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5月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争取现任警消人员的执勤安全，加退休军公教人员的权益，竞选台南市长的2位参选人，但主见加黄秀松分别伫议会召开记者会，会中冒一个退休的警察等军公教人员出面声援。第二季查党的警察局长陈子敬面对4月底连续发生警消执行公务意外死亡不幸，对来讲，警消一家亲除了表达悲痛，上午的议员蔡淑慧、詹培雅、林碧燕甲李坤宏等议员小听，以及一退休警察兄弟的见证，卖市长参选人的身份，呼吁政府应该具体对执勤安全等层面来改善，确保不幸袂搁再发生。有关警察跟消防人员的员额，希望能够尽量能够补足。第二个就是有关他们的这些装备啊，希望能够及时的汰旧换新啊，易齐的装备，因为会造成他们执勤的时候生命的安全啊。那么第三个是有关勤务的分配，希望能够合理化，不要有这个过劳死的这个现象。那么第四个就是。平时应该要做好这个教育训练，这个不管警察局、消防局啊，这个严谨的教育训练啊，是严谨的这个最大的福利啊，能够有好的这个教育训练哈，那么确保他们执勤的安全。所以这个教育训练的 SOP 哈，希望能够切实遵守。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有关福利跟这个津贴的部分啊，希望能够给他们有合理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些待遇跟福利。另外，一位市长参选人黄秀松不约而同，除了为保障警消人员的安全、装备加能力等需求向政府请兵，万里议员王家珍、柯志春等议员陪同，针对政府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大幅度删减军公教警消的退休金，来争取尊严、讨公道。秀双如果当市长，我们一定会帮我们的退休军公教警消讨尊严、讨回公道，因为这个本身是当时他们进来担任军公教的时候，政府给他们的承诺，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是违法乱纪。违反宪政也是不合理的一个措施，所以秀双当市长的话，我们会来捍卫军公校警校的一个尊严。第一个，我们会来帮忙提出释宪的一个申请；第二个，我们会提出我们的行政诉讼的一个部分，就像花莲的傅昆萁，我们会帮忙做相关的一个行政诉讼的一个部分。第三个，我们会提出从107年7月1号进来的军公教人员才适用新的一个制度，而之前进来的一定要让他们恢复到他们当时国家对他们的一个承诺。不管是现职的警消，还是退休人员的保障，2位市长参选人各自替因来发声，支持黄秀松特别以市政府的名义为退休的军公教提出宪法改税，协助因应该有的权益。台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统计，今年1月到4月路跑活动，咱台南有15场相当频繁。不过，议员陈定烦恼是路跑时若拄到空气污染，已经严重影响跑者的健康。所以，上午的议会要求市府比较新北市制定相关防治规范。近来路跑已经变成全民运动，不过因为空气污染严重，其实参赛者伫污染已经到了橄榄色、红色，甚至是脂肪当中各走，令体经变成清净机，颠倒无健康。所以议员陈定会中特别以教育所举办高度马拉松等大型的路跑为例，要求市府日后举办的时间来撇开空污期，甚至依照新北市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上严重污染要全面禁止，强调一定要有积极主动的规范。今年其实1月到4月在台南大大小小大概有15场的路跑活动那其中其实有7场
7场是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橘色警示下的情况下来举行哦。那其中有4场是在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情况之下来举行哈，比例也大概有30%哈，所以这个加总起来哈，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的路跑，让很多的民众哈，像顶着这些红害啊，数万人边跑边喘哈，其实非常的不健康哈，而且会让这些大朋友小朋友哈，根本就是成了这个人体的清净机哦。那其实我们有看到说，我们一些空气品质，它其实就有建议说，像在橘色的情况之下，就是应该要考虑减少户外活动。那或者是在红色警示的时候下，其实爱啪边吼这个在户外的活动，如果照这样的一个规范啦，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的做法就是说，如果空气状况比较不理想，我们会通知主办单位，也在相关的网页公告啊。那么相关的一些发布，就是说让参加者他可以来自己做决定要不要参加啊。另外也可以要求这个单位可以退费。是。好，我想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要全面性把它禁止，好盖你会让南部没有人会办大型体育活动，在冬天的时候。议员表示，根据今年1月到4月担起到15场的路跑，其实有7场是柑仔色警示，有4场是红色警示。表示已经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应该避免户外活动。所以不管如何，议员要求市府针对大型路跑一定要有所作为，来约束主办机关对市民健康把关。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议员陆坤和上延续进行总质询关心地政局人事的论调，结果市长回应却是关税无成，煞来报复意思。上议员伫自由发言要求市长公开道歉，也无将提出告诉。议员陆坤和因为伫总质询讲到地政局有官员已经15档拢无调动，严控违反4档一条的论调制度，甚至爆料该官员的太太是伫中华公司上班，这个背后有中华庞大利益关系以后，因为市长回应是议员关税无成，下院报复。所以嘛，互议员上午伫自由发言，再次强烈批评市长污蔑，要求公开道歉，要无伊将向法院提告求偿。我讲我官说不成，假院报复。你即摆我讲个详细，我到底讲倒一个要做课掉，你若无讲出来，我等者谁给你告？我说这个是有人官说不成，你身为一个官员，假院报复，提供资料，在议会里面去爆料，信口开河。你讲我官说不成，假院报复，你信口开河，你这一个市长，一个民意代表。但是议员，你想想看，像这样在议会的这样的殿堂，被作为这个私人恩怨的假院报复的这种方式，是不是恰当？好，就说同仁之间为了要竞争位置，你不说嘛，你唔讲倒一个嘛，你不说哪一位，我等一下就告你，我要给你告。而且吼，我阁要求法院吼，甲你策划。我阁要求吼，要互你赔偿，要求刊报纸，而且年底我要搞啊，选举要搞啊，你意图使人不当选。议员进一步表示，到底办中华公务人员请假，敢会当伫代办中华公司上班，或是讲另外一半伫受业务监督的公司上班，敢无应该回避免官商勾结？但市长公开伫议会对伊的回应，互伊认为是意图互伊无当选。对此，代理市长林梦妍表示，议员是过度的揣测，不应该将私人的恩怨伫议事厅上演。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同一期间，主持世界基金会为了庆祝成立40周年，五会部伫7日棒球场举办爱甲感恩的公益活动。会中邀请老大人甲小学生拢来举办在个比赛，希望透过活动还是互相关怀甲祝福。各位掌声列入我们精神总指标，一起拍手秀。伫统一美少女 UGJ 热情的舞蹈表演，由统一企业慈善基金会举办爱甲关怀趣味乐活日的公益活动。
5号巷哦，伫个台南市立棒球场热烈展开。主办单位结合统一集团的统一超商、统一棒球队、大统一、统一企业，甲无共的厂商糜烂发行。大学眼科顶邀请过去基金会辅助过引发长辈甲各中小学童做伙同乐，希望借由在地表演，学习互相关怀甲感恩惜福。统一社会今年是40周年哈，那么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社会，我们本着一个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心态哈，然后来做一些社会的公益的活动。那今天是40周年，那么我们也觉得说应该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欢乐的方式来庆祝我们40周年。所以今天我们邀请的有包含我们赞助的一些老人食堂的我们敬爱的长辈，然后我们赞助一些偏乡小学的一个学生，大家老少齐聚一堂。那我们希望说让这样的一个活动，在一个比较动态的方式下来进行。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统一职棒提供这样的场地，让我们这个活动能够井然有序，而且很欢乐的、很温馨的来进行。伫个一连串创意进场，有长者赢花轿、白鹤灯，以及各中小电音三太子、甲欧片奖热情的带动，整个活动热烈滚滚。主办单位统一慈善基金会表示，将持续关怀长者甲偏乡的学童，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唤起社会更加侪关怀甲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国际永信联谊大会今年一度爱心送礼已经迈入第9届，今年特别选定新亚地区弱势家庭甲社会团体来发放，把所有社会上的善心人士做伙加入爱心行列。成立8档的国际养生联谊茶会公益团体，每当中元节进前，拢会举办捐物活动。过去伫台南以及高雄拢有举办过，伫社会各界以及会员的努力之下，8档来捐出超过10万公斤的白米，让人非常敬佩。今年选定伫咧新营地区的弱势家庭以及社会团体作为这次捐赠的对象。阮这个会是国际永心爱心协会，请诸位大众会当踊跃甲阮关心，每一户1包米250块拢会使，希望多多甲阮关心。初步预计在2000包左右啊，那个数量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区公所啊所颁布的那个户数为准啊，以我们新营分会长李正汉先生啊，他下去追踪啊与查核那个名额。关于这次呢养心会呢，那做的公益团体啊，每一包米250元，小额，请大家一起支持，让这个活动能持续下去。今年发送的时间定伫咧8月18、19两天，预计送出2000份的白米。协会嘛欢迎社会上有爱心的民众做伙加入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107年全国羽球团体锦标赛今仔开始伫城台正式登场，今年总共261队，超过2000人参加。主办单位中华民国羽球协会表示，今年不但创下有史以来规模上大，连比赛场地规格嘛是国际标准。
1807年全国羽球团体锦标赛7号上午伫个新台中正堂正式登场。主办单位中华民国羽球协会特别请来台南在地人狮团为选手助阵。开幕式贵宾真侪，除了有咱市体育单项主委陈条来，教育局副局长陈宪明，甚至平遥县议会议长嘛拢出席参加，场面盛大。主办单位表示，今年选伫台南举办，不但创下参加队伍上侪，报名人数超过2000人，甚至连比赛场地嘛拢比较国际标准。其实这一次的规模，我们是用国际赛事的规格来举办这一次的赛事，那除了我们的地垫的部分以外，所有的部分我们都是按照最高的规格来处理，这是我们的比赛的场地的规格。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次的参赛的人数，也是这几年以来是最多的人数，还有我们参赛的选手的规格也是最高的规格。这一次的我们的公开组有戴资颖、有周天成、有王子维、李阳、李泽威，他们都会来参赛。所以这一次的比赛的规格，应该来算说是，也应该算说世界级的规格。长达8天的赛程，除了世界超好戴资颖将代表合护女团挑战18连霸，另外有世界级的一哥周天成，加羽球王子王子威，嘛将出席。欢迎介意羽球的民众踊跃到场为选手加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市五代表伫经过6党的中间，5月6号举行立会安坐仪式，会中特别邀请溪南寮金赛镇来开庙门，嘛创下市区为武镇的开门仪式。位伫忠义路的北极景五帝庙，经过5、6党的中间，6号上午举行立会安坐。伫个南厂司法局的法事仪式过后，庙方特别邀请溪南寮金赛镇来开庙门，一切遵照国法，场面热烈。咱台南市这个北极景五帝庙吼，历经5、6党啊，安尼非常艰难吼，安尼这个工作过程安尼总算吼，今仔日吼要来进行着入会安坐的这个庆典，咱这个五帝庙的中间的这个过程吼，这个委员会内底吼有一个真特殊的这个想法，就是讲吼，拢要来遵照这个国法，以全木库在地的这个师傅来表现集思广益，来完成着这个工程。今仔日呢特别邀请到溪南寮金赛镇的师祖来主持着这个开庙门的仪式，嘛是创下着咱市内的一个先例啦。因为这呢非常难得。金赛镇入庙仪式不但创下市区唯一武镇开庙门，连庙内所有建筑嘛拢是全部木材结构，相当难得。伫所有神像完成安坐仪式过后，五帝庙管理委员会也带领所有的庙务人员甲信众做伙上香参拜，场面盛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南投同乡会成立27党来，每一党的母亲节拢会举办相关的校庆活动。6号伫大塘中央酒店特别用替母亲洗脚仪式来表达孝德精神。创会27党的台南市南投同乡会，目前会员有100多位，成员包含军公教以及各界人士。同乡会会员感情拢真深，不管伫咧工作也是情感上，拢会互相团结斗相共。为凝聚同乡会的感情，嘛会伫重要节日举办活动。这次就伫咧母亲节进前办理孝亲洗脚的仪式，借此来弘扬孝道。在这个社会里面，现在我们的教育各方面都突飞的猛进，但是我们对孝这方面呢，好像渐渐的在淡忘了。那么我们希望借由南投同乡会这样的一个举办这样一次活动，会当带动互咱乡亲了解孝亲的重要性，甚至会当推广到整个的社会来，互咱每一个家长拢知影讲，妈妈是伟大的，妈妈遐尼辛苦
付出一世人的代志的代价来换咱的成长甲茁壮啊，所以讲就有伫母亲节啊，这个好的日子内底，咱来感谢生咱、养咱、教育咱的母亲。每当举办温馨母亲节活动，互同乡会会员一同团圆过节。对此，台湾南投同乡会总会长陈丰进嘛表达肯定。每年拢来举办这是非常好的活动咱台南同乡会的活动嘛非常多吼。伫咱的大型的活动，每年都有举办咱的关会活动，这上界无简单吼。所有的活动啦吼，伫社会有意义的，毋是干那讲咱来食饭尔吼。咱的关会活，互我感觉，因为我差不多每年拢来参加。咱的关会活动，当讲吼一件关千几地吼，这所有的社团啦吼。包括全国所有的社团，一件要捐千几地吼，非常无简单。台南市南投同乡会理事长陈嘉义表示，同乡会就亲像一个大家庭同款，欢迎伫台南奋斗的南投同乡做伙加入这个温馨的团体。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农历4月8号是佛陀圣诞，加上月份，更是温馨的母亲节。佛光山台南港场第6号上午特别提前来庆祝，举办大型药布法会加亲子观音会，请将清明信众加亲子踊跃参加。由佛光山台南港场主办庆祝国定佛诞节加母亲节亲子观音会，6号上午伫个永康台南大学附设中学举办。伫个法师的带领，除了大型的浴佛法会，邀请一个贵宾加信众参与。现场有专门为小朋友所设的浴佛场地，借此提倡正向的人间佛教，推行三好运动。说好话，来做好事，要念哦，来存好心，很棒啊！放下，拜拜，来合掌，拜一下，好，谢谢师父，好。今天主要是办这个浴佛法会跟庆祝母亲节这个节日，主要是因为呢要把人间佛教走出来，接近人情，同样的也让这个社会大众呢能够来亲近佛法。在这浴佛当中呢，我们会教他们要行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同时呢，让他这个大众呢在这里呢能够接近一些佛法，让他们呢从佛法当中增加一些快乐，让他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呢能够促进家庭和谐。大师常教育我们要行三好，四给五和，那主要就是让这个社会大众，让我们呢家庭非常的美满，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仪式完成，现场也有大型的亲子观音会，总共有68档。拢是佛光山诸兄师姐甲义工的热情小组，离观音会所得也将全部捐做佛光山大学的教育基金。现场吸引每个大人小朋友共同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着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风有时有阴，阵雨也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0度，落雨记录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各位7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